阿彌陀佛，大家好啊！今年青海道場浴佛節祭禮聖物咧，分開兩部分咧，同大家去介紹嘅。第一部分咧就係手串篇，而另外一部分吊嘴篇咧，容後再同大家去介紹。手串篇咧總共分開7個系列。第一個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菩提根手串系列。而家手上邊呢條咧就係菩提根雙圈3眼天珠彈性手串，編號12A1。菩提根有淨化心靈、去除內心雜念同埋煩惱，能夠為人達至心靈平靜同埋清靜嘅境界嘅。另外菩提根念珠咧，亦都有助集中精神，同埋有助於深入禪修之用。呢條天珠咧本身有一粒3眼天珠，3眼天珠咧係寓意福祿壽3星拱照，再配合埋菩提根咧，係有助於激發智慧，同埋有助於修行戒定慧。編號12A1，每粒珠直徑約10mm。跟住就我手上呢條菩提根灰綠六字真言手串，編號12A2，每粒珠直徑約11mm。六字真言咧本身就係佛教中嘅神咒，具有祈福消災、除病、辟邪鎮宅同埋靜心嘅等等作用嘅。溫馨提示各位，菩提根手串咧係不能夠帶住嚟游水同埋沖涼嘅。如果沾濕咗水咧，就要盡快抹乾佢。第二個系列咧就係天珠系列，第一條同大家介紹嘅就係12B1 3眼紅瑪瑙天珠手串。佢有助強效增長呢一個天時地利同埋人和，並有除身口意3業之用。每粒珠嘅直徑係14mm。然後就係12B2 火供王虎牙天珠手串，每粒珠嘅直徑咧就係約12mm。火供王虎牙有辟邪驅靈、助長工作運、提升自信嘅功能。第三個系列咧就係彩珠系列，手上邊呢條咧12C1 龍鱗鳳血欖形手串，每粒珠直徑約13mm。而另外呢一條咧就係編號12C2，都係每粒珠13mm，分別咧就係呢條係圓珠形手串，而頭先嗰條咧就係欖形手串。龍鱗鳳血手串，佢能夠為大家遠離意外同埋疾病，減少不順心嘅阻礙，保平安同埋擋災難。然之後就係12C3 孔雀瑪瑙手串，孔雀瑪瑙係佛教7寶石之一，又有幸福之石嘅稱譽，有助於改善人緣同人際關係，調和感情、增長姻緣、和睦異性關係等等嘅功能。另外呢條12C4 平安綠瑪瑙手串，每粒珠10mm。平安綠瑪瑙有增強自身守護神、保平安、防災去難同埋平衡情緒嘅功能，仲有助於減輕焦慮同埋改善負面情緒嘅等等作用。接住落嚟嘅就係金絲海柳系列，首先係12D1 金絲海柳念珠手串，手上邊呢條係每粒珠直徑約8mm，總數108粒，而且係有彈性嘅手串，可以咧戴喺手上邊嘅。而另外一條12D2 同樣係108粒，但係每一粒珠嘅直徑係6mm，一樣咧係有彈性，可以咧戴喺手上面嘅。而12D3 就係一條單圈手串，每粒珠約10mm，佢具有辟邪嘅能力，能夠保護佩戴者免受負能量同埋邪靈嘅影響嘅。然後就係龍血樹枝系列，手上邊嘅係12E1 龍血樹枝金珠手串，每粒珠約12mm。而另外呢一條呢，就係編號12E2，每粒珠嘅直徑約10mm。龍血樹枝係龍血樹嘅分泌物，龍血樹寓意健康長壽，因為龍血樹嘅壽命係好長嘅，所以亦都有代表壽星嘅意義。另外龍血樹藏剛陽之意，五行屬火，能夠助人增強意志，幫助事業開運。
另外呢條 12E3 龍血樹紅珠手串，每粒珠約12mm， 同埋 12E4 啊龍血樹彩珠手串，每粒珠約10mm。無論係金珠、紅珠或者係彩珠，個功效咧都係一樣嘅。然後到木珠系列啦，手上面呢條咧編號 12F1 小葉紫檀滿天星紅珠手串，每粒珠12mm。呢條 12F2 每粒珠直徑約10mm。而 12F3 咧同樣都係小葉紫檀滿天星手串，但係呢條咧係深木色嘅，每粒珠約10mm。小葉紫檀滿天星係集日月精華，係平衡陰陽嘅佳品，佢具有辟邪保平安、除惡聚財、改善運程同埋有助靈修等等嘅功能。嗱，根據《本草綱目》嘅記載，小葉紫檀咧係有鎮心神、舒筋活血、消炎止痛等等嘅作用。另外 12F4 雷擊木手串，每粒珠直徑約10mm。雷擊木本身具有強大嘅辟邪功能，雷擊木本身係純陽剛氣之木，具有補充陽氣、驅除陰氣嘅效果，佢能夠提升人體免疫能力同抗病能力嘅作用，特別適合一啲體質偏弱嘅人咧佩戴嘅。最後一個系列白松石系列，手上邊呢條 12G1 陰陽白松石手串，每粒珠直徑約10mm。呢條手串嘅特點咧就係由9粒白色嘅陽珠加9粒灰黑色嘅陰珠而組成嘅，佢能夠協調陰陽之氣，轉化惡運，引來好運。而另外呢條咧 12G2 太極銀珠灰黑白松石手串，呢一條嘅特點咧喺手串裏邊加入咗一粒太極八卦銀珠，太極八卦銀珠再配合埋呢個灰黑白松石，佢亦都一樣能夠協調陰陽之氣，轉化惡運，帶來好運。而本身白松石嘅功效，佢係有聚財之石之稱，佢具有巨大嘅吸引財富效能，而且有說話將白松石放喺枕頭底嗰度瞓覺咧，有助於消除噩夢。白松石對應心輪嘅話咧，可以令到人咧心心舒暢，喺待人接物方面咧都會容易平易近人，同埋佢可以舒緩呢個偏頭痛啦，同埋氣管嘅毛病。最重要佢係一個辟邪之物，無論你平常帶喺身、揸車或者出外旅行，白松石都可以為你抵禦外道嘅干擾，從而避免產生意外添嘅。現正咧開始接受預留噶啦，所有預留咧都以付款作實，而發貨咧將會喺浴佛節之後3至4星期內咧發貨。至於付款辦法咧，可以參考白色呢張圖片，裏邊咧有恒生銀行嘅入賬號碼、PayMe、轉數快同埋 PayPal。如果需要以 QR code 去便利店度入款咧，可以 WhatsApp 60380712。同時間大家亦都可以透過WhatsApp 60380712去預留、查詢同埋訂購嘅。而吊飾系列咧，將會喺手串系列之後咧，再為大家去推薦同介紹嘅。